即係龍舟暫時未係啊。咁但係即係如果當佢最緊要就係佢一路發展到全世界咁大洲都有呢啲通識呢啲咁嘅科目咧，其實個原意就係即係擴闊知識基礎啦，係咪啊？啟發學生係思考啦。但係去到最尾，原來就係要應付一個考試內容。我哋啦咁樣嗱，你擺落哲學系啊，擺落歷史系啊，擺落社會科學系，咁我研究咧係科學嘅哲學科學嘅歷史、科學嘅社會學。咧就去做一個今日嘅嘉賓嘅介紹人啦。咁啊，曹學長咧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個開心快活嘅嶺南人啊，同埋咧就做咗好多嶺南事。咁跟住想麻煩阿毛學長幫手咧，就播一播嗰個校歌。集中地 ，OK， 聯繫工作就要諗下點樣聯繫，同埋佢哋嘅嶺南嘅心。從來就冇眼，一路都仲係學緊，所以你頭先嗰個分享咧，令我咧識咗無限倍對嶺南嘅歷史咧、背景咧，同埋嗰啲嘅人物嘅關係。我估我哋下兩個禮拜喺香港可以再慢慢傾，但係好多謝你呢個分享。嗰度過去，咁啊，所以變咗咧寄宿咧就咁多年嘅生活啦。我第一年寄宿嘅時候咧，最深印象咧，佢嘅思維。嗱，點解我講思維咧？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咧？我哋嘅思維，講嘅教育，所以咧喺佢名下咧係有，目前係有好出名嘅中學，喺葵涌嘅有林護紀念中學。先加入嶺南，你頭先講嗰啲嘢，咁原嚟我哋屋企點解要擺我哋去嶺南咧？原嚟都有千絲萬縷嗰啲咁嘅嘢。咁樣咧就我淨係想講同各位學友學長問候，同埋咧阿曹兄，你就多謝你今晚嘅。我知道你咧對嶺南非常深，同埋你咁多年咧，你做自己嘅 research 啊，同埋乜嘢講嶺南嘅背景同歷史，真係好令人佩服。咁我亦都受益不少，所以喺呢度咧，我向你多謝。希望日後咧，呢幾個月咧，或者喺香港見，或者如果你翻嚟 Vancouver 咧，我落嚟 Vancouver 揾你 ，OK？就上去山都曲阜有個孔子誕，我哋就想去睇咯，咁樣搞個團咁樣上去睇咯，應該都會搞得成，應該都會搞。呢方面咧，可以係再諗多啲辦法啊，或者機制咧，喺我哋嘅小學嗰度係培養到一啲嘅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嘅專才，係慢慢係去到中學。影響嘅政府增加一啲場地嘅地方咧，因為而家發覺咧，以前我去打咧，多數係男士打嘅，女士比較少啊。